喂，大家好啊，有金仔啊！哇，時間過得真係快啦，今個週末就係英超開鑼啦，幾快啊！咁呢段片呢，我係分開5 part 想同大家講嘅，分別就社區盾感受啦，跟住邊隊會降班啦，頭四有邊幾隊啦，利物浦新賽季我對於利物浦嘅感覺啦，跟住同埋最緊要嘅就係最重要就係揭幕戰嘅預測啦。咁開始嚟到喂，咁家陣社區盾呢，俾我感覺就馬列斯卡，唔知係輕視阿仙奴啊，定係放棄社區盾啦，又或者真係未打真軍啦，我真係唔知。我就係知道咧社區盾馬列斯卡依場嗰啲佈陣有點奇怪嘅，分別將我哋利物浦好想買嘅古希啦，咁你其實哥迪奧拿用咗好多年，上季已經用咗啲成績俾你睇得到。古希冇加盟之前嘅成績同加盟咗之後啲成績相比甚遠嘅，咁馬列斯卡點解要將佢擺落後備席咧？咁拍住魯賓迪亞斯同埋克羅地亞面對佬，呢個已經好大問題啦。而嗰邊咧，直頭你有利維士嘅，點解唔用咧？要用亞洲巴洛迪利咧？咁呢樣嘢我又真係唔知點解啦。而前邊哥迪奧拿咧又真係證明咗就係臨走嘅時候都同卓奇講咗 sorry 啦。咁證明咗卓奇拍住夏蘭特係真係威力甚大嘅。但係馬列斯卡點解呢個社區盾可以將夏蘭特同埋卓奇分開咧？而科頓哥迪奧拿又用咗幾年時間證明咗科頓係要打邊嘅，唔係打中間嘅。如果你中間，佢就變咗係第二個連加特㗎啦。連加特想當年就因為俾摩連奴打造去做列美斯而失敗嘅。正常嗱，連加特有一季借咗個韋斯咸，俾下莫耶斯教啦，莫耶斯就堅持要去打翻邊線做連傑斯啦。嗰段人有成績俾大家睇到㗎。咁科頓都好似咁㗎，你打中間有咩派功能咧？我真係睇唔到咯。結果真係俾你睇得到，搞到夏蘭特威力全無，因為派唔到牌嘛。咁點解唔出卓奇咧？但係你出卓奇嗰陣時，點解要收埋夏蘭特咧？咁呢場我就十分之奇怪嘅。咁就社區盾呢度你當馬列斯加食錯又有乜都好啦。咁呢場阿仙奴大勝，我就真係恭喜阿達哥贏得到第一個錦標先啦。咁其次第二 part 啦，咁邊隊會降班咧？暫時俾我感覺上啦，當然就後城啦，跟住熱刺域治啦，呢啲就俾我感覺上就穩淡啦，因為俾我感覺唔到有啲咩衝擊力啦。其次，如果講到明擺嚟講，邊兩隊咧會同佢一齊咧？感覺上暫時就俾我感覺啦，紐卡素。咁紐卡素家陣俾我感覺上好似複製緊狼隊2.0咁。點解咁咧？因為始終狼隊有一排係出咗好多球星嘅，分別魯賓迪亞斯啊、祖達啊，跟住之後就因為多新星啊，搞到賣球會咧就攞啲球星嚟做盈利。家陣紐卡素你唔好睇，雖然由王入主，但係家陣你見到啦，阿哥頓又改咗巴塞啦，跟住金馬雷斯又改咗阿仙奴啦，阿東拿利又去咗熱刺啦。咁你覺得呢隊紐卡素就有啲咩板斧去爭標咧？去仲仍然保持英超，我真係睇唔到咯。係啦，即係如果俾我感覺上呢隊就其中一隊降班隊啦，第二隊就車路士。車路士俾我感覺上就你睇呢幾場熱身賽就知啦。除咗贏咗阿摩尼嗰隊 AC 米蘭之外，呢幾場連尤佛都贏唔到。咁如果咁樣嚟講，點樣去爭逐前四，甚至保留喺英超？係啊，佢雖然買得多人，但係佢俾我感覺上沙比亞朗素就好似想當年嘅林柏特咁，一轉會窗開，係啊，林柏特買咗天姆雲拿，買咗夏維斯啊，但係結果如何咧？結果咪一樣搞到自己烏紗不保，因為幸福的煩惱啊嘛，太多選擇反而令到你唔係幾好，所以有可能車路士又好似回復翻之前肥普未嚟之前咁，可能喺15名嗰度打滾，不定就係咁樣啦。而頭四就唔使講啦，阿仙奴啦，阿仙奴我覺得佢今屆就咩杯都想攞噶啦，阿仙奴，因為佢真係買咗金馬雷斯啊嗰啲已經好 team 噶啦，希利神鋒都買埋，哇！即係呢隊波已經好勁噶啦。其次就熱刺啦，呢隊黑馬啦，有咗東拿利派買之後，阿迪沙比仲將電話仔咧 upgrade 埋，呢樣嘢哇！即係大家不能睇小熱刺今屆嗰啲成績，你唔使啦，你就係睇想當年阿迪沙比點樣教白禮頓，點樣教馬賽，哇！嗰陣時啲成績，喂，大家有目共睹啦。何況家陣熱刺揾啱呢個領隊啦，用啱人啦，
即係嗰啲陣式又添咗晒啦，所以你頭一場好好睇㗎啦。跟住其次第三隊曼聯今季就卡維克考牌季啦，即係好似想當年阿達哥咁，達哥都係㗎，有好多年好多球迷都話想炒佢嘅阿仙奴球迷，但係結果咧佢都係經歷咗好多次高高低低啦嗰啲成績，咁至得到今時今日咁嘅成就啫嘛。咁卡維克都要經歷下㗎啦，即係好似一個 BB 咁，你唔掉佢落水，點知佢識唔識游水咧？咁依季就要考下卡維克功力啦。咁佢上季都要將隊曼聯由第15名帶到呢個名次嘅，咁今季睇下佢有埋歐聯戰線啊，咁多賽事啊，咁睇佢踢到點樣咯，教到點樣咯，就睇佢呢樣嘢噶啦。咁第四隊就我覺得就維拉啦，維拉雖然就咪走咗好多球員啦，但係佢今季引入嗰啲球員咧，都係彌補翻走咗嗰啲功能嘅。咁爭在佢可唔可以保持到作客成績可以保持到啦，唔好話就係齋靠主場而唔理作客，咁又令到上季維拉點解去唔到上邊咁嘅原因，就因為佢作客成績奇差。如果佢今季改善咗作客成績奇差嚟講，佢正常都可以做到呢個前四嘅穩膽。咁我覺得前四就阿仙奴啦，跟住就曼聯啦，其次就熱刺啦，同埋維拉嘅，而跟住利物浦啦。利物浦係伊拉奧拿，新賽季我唔但求佢有啲咩好成績嘅，我淨係但求一樣嘢，就重用多啲青訓。我希望佢為利物浦將來種樹又好，為未來歐國杯英格蘭可以多幾個新力軍都好，希望用多啲新人或者青年軍嘅人提拔多啲上嚟，令到好似想當年，我希望利物浦今年好似想當年高普點樣喺聯賽杯用青年軍打敗人哋車路士嘅強陣，而去捧聯賽杯一樣。我淨係想睇到呢啲嘢，而成績你可以幫我哋利物浦攞到歐聯啊，或者歐霸，我已經好滿足㗎啦。但係一樣嘢就真係要種多啲青訓，咁就真係唔該晒伊拉奧啦。咁最後啦，揭幕戰重點啦，即係因為呢個社區盾俾阿仙奴嗰班球員感覺就哇，我哋連曼城都贏得到喎，唔會驕兵必敗咧？咁又唔知啦，因為始終。以熱身賽為例啦，我哋利物浦對過摩洛哥，阿仙奴對過摩洛哥，而高雲地利都對過摩洛哥，但係到翻轉頭，我哋利物浦慘輸啦，而阿仙奴就贏唔到嘅。但係到翻轉頭，高雲地利係2-0輕勝嘅，咁你唔可以睇小佢嗰啲反擊能力嘅。高雲地利今屆喺林柏特執掌之後，俾我感覺上好似佢做翻以前打比棍去做啲嘢，係啊，以小勝強，所以揭幕戰。我唔希望達哥，因為贏咗曼城之後就驕兵去到同高雲地利鬥攻。如果你真係阿仙奴同高雲地利鬥攻嚟講，你後防必定空虛，你後防一空虛咧，就可以俾阿高雲地利打到啲突擊出嚟。咁呢樣就可能隨時分分鐘多謝晒你太過燦爛足球啊，而令到高雲地利有得爆冷嘅機會。所以呢場波我就有兩個比法㗎。如果真係俾我言中咗阿仙奴驕兵嘅，咁佢就真係必敗啦。咁隨時高雲地利可以爆冷贏1-0或者2-0呢啲突擊咁樣而贏波。但係如果阿達哥冇因為驕兵嘅，可以踢翻上年嘅悶蛋足球，人哋阿仙奴球迷覺得嘅悶蛋足球，即係攞控球權啦，憑啲死球啊、角球入波啊而攞3分嚟講，咁呢場我就會覺得阿仙奴贏1-0左右啦。就係咁樣。咁今集咧講晒咁多嘢啦，咁就有啲咩球迷留言咧，可以喺呢度留言翻啦，同我傾下偈啊，或者覺得呢團片好嘅 share 俾朋友啦。咁今集講到呢度，咁多位拜拜。多謝你睇到嚟呢度啊，記得撳埋呢個鐘仔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 Tasty Money 講股直播室，將賺錢變得輕鬆簡單。